仙姐，你混蛋！喂！哎呀，你不能再睡了，你就让我再睡1分钟。皇后来了。什么？美女参见皇后娘娘。尹晴柔接旨，奉皇后慈谕，特召尹晴柔入宫学习宫中礼仪，以3月为限。若皇后满意，则正式册封为灵齐王妃；若皇后不满，则立刻迁回原籍，终生不得入京城一步。钦此。哦，民女领旨。贤姐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要学什么见鬼的进宫礼仪，我也不要当什么灵齐王妃。再说了，我老妈还没这个权利呢，轮也轮不到你。就算你是王爷，你的老子是皇上，那你也不能不问我的意见，就替我决定我的终身大事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赶紧放我走，不然我就……不然怎样啊？算你狠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姑奶奶我的厉害。仙姐，能摆在你家的东西应该值不少钱吧？说不定还是限量版的吧？我就不信你不心疼。仙姐，看好了。真是条好狗啊，这都能接到。等着。一章，尹姑娘愿意扔就让她扔个够，扔够了之后，你再原封不动的摆回去。是。我讨厌你，讨厌你，讨厌你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我讨厌你，讨厌你，烦死了！你就这么不愿意当本王的王妃吗？对，一点都不愿意。给我听好了，如果这次你通不过母后的考验，不只是你，就连阿广也要死。你，仙姐，你混蛋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哎呦妈，吓死我了！哥哥，是你啊？真的想好了？我当然想好了，什么灵齐王妃的，我才不稀罕呢。我以前最讨厌的就是考试。后门的守卫已经让我调走了。那我们以后会不会见不到了？有缘自会相见的。站住！二位这大包小包的，要去哪儿啊？关你屁事！你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就是伤我三哥的那个丫头吧？怎么伤了人就想跑？我三哥知道吗？这位公子，你认错人了，不是我。带过去。走。三哥，四弟，稀客呀！我以为不到年关，你是不会回京的。我本不打算回来的，可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我，就听说我们家三哥居然也春心大动，在家里面藏了个姑娘，所以就快马加鞭的赶了回来。不过我见了本尊之后，还真有点失望。你见过他？带进来。三哥，你得好好谢谢我，要不是我这人一向喜欢走后门吧，你这位小家人这会儿都溜出城去了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来人呐，在！把广公公拉下去，关起来。是。走，秦阿广，秦王。除非你老老实实进宫，通过这3个月的考验，否则这辈子你都别想见到他。我会记住你了，还有你。秦柔，你不是说有缘自会相见吗？看来我们缘分真不浅，这么快就见面了。唉。